台语真连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好，我是小杰。这礼拜吼，面册顶讲有一个文章出来，造成足大的风波。这个政治工作者，伊讲伊以前互丁氏啊，互伊的同事啊，性骚扰的过程。要毋讲吼，要回忆这个过程吼，实在是足艰苦的。有的人吼，可能是伊当下就会反应；有的人可能是过一两天才反应；有的人是有吞论被高当才讲出来。咱大家当然嘛是会同情这个当事人，讲因这款的遭遇足惨的。毋过嘛是这款的社会，咱的社会吼，常常都会检讨一件代志，是安那恁这个当事人、这个受害者，无伫咧第一时间就反应啊，你就马上报警嘛，对无？毋过大家可能唔知影哦，这个当事者可能唔是无反应哦，伊可能已经是照这个定数落去申诉啊，毋过伊的受害经历煞互这个单位去否认安尼。伊可能是吼，伊一定按照伊一个正常的迄个定数回报讲吼，伊互性骚扰，要毋过吼有的单位。伊是无合格啊，安怎讲无合格？申诉迄个单位的主管也是员工，伊无性病的观念，伊可能得小看这个被害者伊互迄个骚扰的一个过程。而且有一寡人啊，伊可能是第一时间甲伊的顶司反映，讲伊可能去工课当中拄到一寡可能骹来手来的经验。啊，毋过有一寡顶司吼，伊就会甲伊讲，这可能是只是查甫人看你水啊，要甲你追求啊，搁较过分的哦，是有一寡顶司伊颠倒甲这个当事人甲伊霸凌，可能伫咧工课当中就甲伊刁难，甲伊逼离开这个职场。所以讲，这个当事人伊毋是无采取行动哦，是伊已经采取行动，颠倒受到更较大的伤害。所以吼，有的当事人可能是拄着有头有面的人，可能某一个政治民主政治运动的有头有面的一个人，所以伊拄着这款人的时候，这就是有当时啊吼，这个当事人吼，伊可能一定受到这个人的骚扰，因为提醒逐个人，即爱注意这个人的时阵，伊可能会去顾虑到，你若讲出来，可能会受到其他人的逼压。咱看这个受害者。伊有女性，嘛有男性，而且大家可能吼，唔知影啥物，这社会就是有一款检讨被害者的这种心态。你若是查某囡仔去互骚扰，你讲出来，人就会讲，你可能穿插穿甲伤辣，你甲人啥？穿甲伤 sexy。你若是查甫，伊就会讲吼，哇，你拢大人大种啊，佫无气力通反抗，这无查甫款哦。所以讲吼，咱的受害者讲出来，伊就爱去承受这款伊的受害经验去互否定的一个风险。所以哪有人敢讲嘛，对无？因为我讲出来，我可能会受到第二摆的伤害啊。像伊拄则讲到吼，为什么有的人就会互质疑讲吼，是安怎你哥要砍迄个骚扰你迄个人继续来往？毋过有的是像咱较拄仔讲到，伊可能是伫个职场，伊的顶司可能是伊的同事，伊迄时阵吼无法度直接脱离讲吼伊的环境，毋是讲像咱伫个网络顶管，咱有当时啊砍迄个网友，你也意见无合，你也当做互伊言语的骚扰，你就甲伊封锁就好啊。要毋讲吼伫个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有当时啊无遐简单，会当砍一个人。断绝伊的关系，嘛是有一寡被害者吼，伊是卡手卡袂抓，伊可能去懵的当下，伊就甲这个小弟哥安尼甲伊抓起来摔，还是甲伊拍，甲伊电话死。亲像真正啊，有一个足清的剧集，叫做零算机灵捉弄者，厝内底张阿静啊，伊就是去互这个干哥去摸伊的腰骨，伊当下吼就甲这个干哥按倒伫个涂骹，就甲伊的手互脱落安尼。毋过你爱想哦，伫个现实当中，若是真正有女性安尼甲这个小弟哥吼当下。甲伊电互死，大家敢会讲伊足够的？大家可能会讲吼，有啥物话咱无爱好好啊讲，所以你讲我要反抗嘛？像你较多讲的吼，无反抗嘛风险，反抗嘛风险。毋过你讲实在吼，拄着性骚扰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去摕出证据，讲这个人甲你性骚扰？毋过你会当，你无法度知影讲你当时的互性骚扰，你无可能讲你录影机一直开，手机一直开录音。像你讲较多迄个讲的零算机零捉弄者，伊迄个影集。顶管，像伊就拄好找着迄个监视机，翕着迄个发生代志迄个当下，所以伊较有法度证明讲，这人真正甲做一件代志。要毋讲吼，你有当时啊，就算讲你伫司法单位告去你法院，你有当时嘛，因为迄个无证据，伊法院无法度徛伫你的身边。大家都可能会想讲吼，这去互性骚扰的人，去甲人性骚扰的人，可能拢是一寡天分人。毋过实际上吼，会甲人性骚扰的人，可能拢是你身躯边的你的家庭内底的人啊，职场边啊的人，也是你的同事啊，这个人，你去互性骚扰的时阵，你就会顾虑讲，这个人是毋是有权有势，是讲你就讲这是熟识的人，你就足歹讲出来。
出来，而且可能还有一寡人哦，伊会想讲，伊去用性骚扰了，伊去检讨家己，敢会是我真正是甲人的误解，人的好意，啊，就是这种种的原因吼，去互即个受害者，伊无法度伫咧第一时间就甲伊讲出来，啊，无法度去受到帮助安尼。而且吼，我想要甲大家讲一件代志，就是吼有当时啊，咱华语吼会讲人丑性骚扰，人帅真好，本身就是安尼啊。就我今仔日是 Tom Cruise。会使换较少年的，较少年的，像迄个复仇者联盟迄个克里斯伊凡，伊啊有一天吼对你安尼打一个金角头，哇！你看啊，这个时阵你就感觉你家己的身体会当回吸。对啊，我就感觉袂无要紧啊，对方就是帅哥，是我的型。所以上重要的还是讲吼。当事人的感受到底是啥？所以有的人吼，就以家己的意愿佮感受去决定家己的身体，敢要互去用吸，本底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像我安尼甲你吸，你感觉无爽快？为虾米？我一定生做遮尔缘投啊！有可能有的人就会感觉我身体无想要互任何人吸到啊。大家拢有无共款的想法。你若当作无先去人吸到，啊伊感觉无爽快，伊甲你讲啊，你要紧回事咧，因为伊的身体界限就是伫遮。啊，咱讲遮侪性骚扰的一个案件，其实伫咧最近嘛有一件足大的代志，甲咱的性病有关系，是伫咧面册顶悬都有足大的社团去用逼出来，讲吼伊伫咧顶悬有流传迄款女性私密的影片，大家会记去收听咱的 podcast， 咱会伫咧顶悬讨论去用流传出来的一寡私密影片的代志，安尼。是，下回这时间继续看《台湾新闻档》，拜拜拜。